过两工就要坐船出发啦。是啦，啊，先去高雄港等船。若去到遐，家己爱较注意咧，身体家己爱顾，啊。遐厝内面的代志啊，有倒上伫的，你免烦恼。安怎啦？高尚，他家里不好，别打。警官，啊你安尼是？头家讲哦，你将这门倒去，啊，我想讲较细细，我小等再甲你斗3工啦，吼。警官，多谢安尼，我甲你道谢啦。
身体较歹去。阿爸免啦，我就已经拢好势啊。我若是讲唔做事的，我的骨头都会生鲜啦。乖，来，到了，好啊，不然乖，乖啊，来，讲安尼哦，你哪不甲你安尼，这样不爽快啊？哎呦，这，来，哎呦，来，乖，哎呀，这，来，哎呀，秀兰啊。啊，你偌久毋捌等去恁外家啊？你身体若个扛袂起吼，啊无啊，阿辉啊，带转互因外公外妈看看，吼。啊若无啊，亲家饲因讲我这李家川啊，遮袂做人啊，连外孙都毋好看。啊乖，啊你这少啦，我身体会扛起啦。好，若会扛咪安尼好，你紧去传传嘞，吼。嫂，真正唔免我陪你等去哦。唔免啦，安尼送来送去，足麻烦的。安尼我就无办法选出去啊啦。安尼你家己也较细腻的哦，吼，我知影。你甲我动嘞！讲这戆人是，啊你做啥讲话搁遐尔大声？你真牛哦！哎呀，那是个什么代志，安尼大细声啦？啥毋知因好新妇啦，做贼头提米啦。秋兰，阿爸，我是要煮暗糜仔，互阿辉食的啦。你愈来愈唔是管的，连我话你都敢唔听？我叫你摕一斗米做盘手，等去互亲家，你摕到这输啦！你是要害我，互人讲李家川啊袂做人心？金牌，请一斗米啊，手人摕转。好，死老狗啊！啊你是咧创啊啦？我安怎是？啊好，你敢会记咧？唉。千里路，万里情。天下的母亲白伊个，有呀客可呀客诺阿卡东莫，哦我的的米达诺哇。这条歌是日本的囡仔歌，叫做《阿卡痛莫》，就是安参的意思。歌内底写的意思是讲，一对姊妹啊，感情足好的，啊，这定伫黄昏的时阵，爱着伊的小妹去田花顶看田的。后来伊的小妹仔大汉啦，若看到田的，就想起伊阿姊。お里の便りも絶え果てた夕焼け小焼けの赤とんぼ止まっているよ竿の先
秋兰，等啊。你囡仔叫什么名？幸会。幸辉哦，来，阿公抱，嘿，幸辉哦，阿母，阿兄是啥物时阵想着要去做兵的？这讲来讲去吼，拢嘛是阿珍那个歹查某害的。你想讲你若遐含慢趁钱，就使落生活啦，都爱去做志愿兵。你想讲生活啦去做兵，若去互阿斗害死，伊毋则通去嫁互一个有钱人。你敢知影？生活若要去军部报道的时阵，伊就叫生活倒转去因老头厝。伊敢毋将咱厝当作是伊的厝心？要说生活是去互因招的咧，阿母清心在做啥物歹事情，再娶一个这个歹心肠肠的歹媳妇。你莫想遐尼济啦！你甲看，又规顶个月嘛是自愿去南洋，安家费一个月阁会当摕100块，还阁有啊，因伫咧军部3顿拢食白米饭，还有鱼甲肉通好配。你莫烦恼啦，袂有代志的，阿兄一定会平安倒转来的，你莫阁伤心啊啦，阿母。你免骗我。阿母听人伫咧讲，若去做日本兵的时阵，若咧烧钱，大家拢嘛有钱无摕，遐个做官，拢嘛命令遐个兵啊，都爱拄头阵，大家拢嘛稳死的，无阁倒转来。万一你若3顿2顿，阿母心要哪讲话啦？啊，心软啦！没有代志，拢没有代志啦，阿母。秋兰啊，秋兰啊，你哪遐倒转来啊啦？心软啦！我心肝夹转来啦！阿爹啊！你死了快乐无？你心肝来遐弄弄，三公阮死人对你无够好，你是要甲害死？我今日要对你拼！你别讲叫，别讲叫，这查某我不敢碰，我绝对不敢管。母啊，莫安尼啦。我来吃白面。秋兰啊，阿爸抱的囡仔是你的吼。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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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兰啊，阿爸叫什么名啊？伊叫幸辉。唔系幸辉啊，阿姑咧，叫阿姑咧。伊只满月，还袂晓去咯。我煞捡袂去，但讲吼，不要紧啦。等阿姑吼，若歹阿肚啊，的时阵吼，伊就通叫啊，吼，你吼。天下的母亲白伊个，这间厝内底，我看出恁两个袂怨恨我呢。